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诈骗集团，真正是无法无天，真大胆。新北市有一对翁仔某想要加趁一寡钱，就伫网络顶找头路，结果2个幼囡仔带咧去到应征的现场，就去靠4个人，拢互诈骗集团关起来，安尼甲凌迟，毋但用毒品来控制被害人，甚至掠囡仔做人质，压迫这父母做车手。 搁爱因交出着银行的口座，做人头小户，只要无听话，就是整，就是拍，手段真粗残。警察开，警察开门哦！打开，不老婆，打开破门了，破门了。门唔开就是唔开，警方不得已只好弄破门，玻璃皮落甲满是镜。 嫌犯想要秘入便所，拢互警方一直甲拖出来压制伫个涂骹，因涉嫌关人并且苦毒被害人，而且佫毋拿一个所在尔。警方兵分道路去超过冲到同古山的首脑基地，被害翁某被集团来强迫，去银行领钱时，才通知警方救人。意思是，他现在意思是叫你过来领钱，是吗？ 他那只小只在大楼里面，跟另外一个受害者也在里面。台北市大楼内关真侪查甫查某，甚至佫一家伙4个人，包括一伙大个囡仔，拢被人关伫一座套房内。原来伊是伫网络找头路，最后落入救济的陷阱，除了口座被当作人头洗钱，若无顺从，对付嫌犯苦毒手段真粗残。有多名人头账户遭诈骗集团以台北市据点控制行动，本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前往执行搜索。 掠囡仔做人质，涉案主嫌甚至佫摕毒品控制被害人。加在伫银行领钱的时，行员真勉强通报警察，才将这歹人拢甲掠起来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